聖經書講出家啲，透過我傳出嘅福音，呢個一彼得4第2節，按樣人講到，每到呢傳道嘅時間，出家在社會裏啲，好好嚟用，唔好找到出家單殺嘅合意嚟用，但係就上帝嘅合意嚟用。嗱，出家相信每個人世間你喺度。都係傳道嘅時間，但係呢，因為到間人類嘅方面嚟到世間，你出社出呢啲唔係研究嘅，假設人講經濟，嗱，所以呢，經濟講出家聽傳道嘅時間，出家好好嚟用，用到就上帝嘅合意，唔好就單殺慈師先嚟用，但係呢，係講出家就單殺嘅慈師先嚟用，一天出家咪跌落傷害，一天咪跌落唔好嘅路，但係就上帝嘅路嚟行，一天。好嘅路，因為就上帝嘅路，冇失敗嘅路。嗱，上帝嘅合意咪呢？約翰6第40節樣講到，呢一出係上帝天父嘅合意，為到每一人相信耶穌基督得到永久嘅生命嗱，呢一最大嘅合意，上帝最愛嘅都係每一人要得救，就係日後離開呢個世間。得到永遠嘅生命，唔係得到永遠嘅處罰。也因為到上帝寫出緊人類嘅方面，嘅合意，每一人要得救，每一人看到耶穌，每一人相信耶穌，每一人相信福音，得到永遠嘅生命。所以讓人自己有謙卑嘅心嚟相信耶穌基督係個救主，係個上帝，自己得到永遠嘅生命，在上帝裏面祝福大家，阿門。